香港人要點樣喺小紅書上面開店？我哋整理咗過往服務香港商家嘅經驗，分享俾大家。香港商家喺小紅書上面寫筆記嗰陣時，係咪成日都覺得自己如果齋講產品嘅材質、功能唔夠打動人呢？其實咧，你只需要掌握2個用戶思維嘅技巧，就可以令到你嘅筆記說服力翻倍噶啦。技巧1：場景化嘅展現。相比起直白咁介紹產品嘅屬性，我更加建議我哋香港商家結合我哋嘅使用場景同埋服務功能去一一展現。比如一件衫，我哋嘅材質、設計、款式固然好重要啦，但如果能夠具體咁描述呢件衫適合嘅場合，譬如見 crush 約會嘅穿搭，見領導嘅職場匯報造型，見父母嘅溫馨場合，咁樣咧就可以令到平台嘅用戶更加直觀咁感受到我哋產品嘅價值，知道呢件產品點樣融入佢自己嘅生活。技巧2：多感官展示，學識通過眼、耳、口、鼻、手多種感官咧去展示我哋嘅產品。譬如我哋而家賣緊一款蛋糕啦，用香噴噴嘅食播畫面，配上塗抹喺手背瞬間融化嘅奶油質感，鏡頭下複雜嘅製作工藝，咁呢啲視覺、嗅覺、觸覺上面都有展現出嚟，相信一定比單純講我呢個蛋糕真係好更加有說服力。因為我哋已經令到平台用戶就算隔住螢幕都產生到真實嘅體驗感。場景化令到用戶代入需求，多感官令到產品自己開口。咁香港商家只需要將呢2點用喺筆記度，就可以令到我哋嘅筆記內容從自說自話變成用戶感同身受，種草嘅效果自然就翻倍啦。關注我，帶你喺香港玩轉小紅書。